有风声讲，这个郭文婷拍算要来请示党主席，安尼一来，民众党的领导中心是不是会重新来组合呢？讲民众党创党的元老蔡碧如有表态要来参选到中央委员，因为有中央委员的身份，才会当来选党主席，所以外界猜测，这蔡碧如应该就是有拍算要来选党主席。蔡碧如是来回应讲，只要有人愿意出来承担，伊就会站出来支持。蔡顾问，你到现在还相信柯文哲吗？大声的跟他讲说，政治的信念就是2个字：相信。虽然郭文婷已经封关，杨国蔡碧如永远相信主席无问题，看得出来伊甲老中外好交情。更加卖讲，伫民众党打创党时，伊全力收听。就看到指出，郭文婷为了种牛草，伫2020年拍算交予蔡碧如成立中城公司。佮甲李文忠讲，蔡碧如想要家己管，有一块家己的地盘，叫李文忠放手，免甲插手。当时跟他讲说，其实我们可以发起这样的一个群募，专业的经理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投资。好，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我以为这一家公司是没有成立的。蔡碧如出来讲，中城公司成立的头尾。毕竟即摆一决定要参选中央委员，未使有污点。加上郭文婷传出拍算要请示党主席，外界嘛咧关心蔡碧如敢未接手。黄国昌或林富南的话，也会支持吗？只要有人愿意出来勇于承担，那我就会站出来鼓励他。那如果都没有的话，是不是就是非你莫属？有这么惨吗？敢有可能家己就是迄个跳出来承担的人？蔡碧如无将为大好事。等到前秘书长谢立功伫深夜宣布正式参选中评委，那强调家己专业的经验，更加讲家己是民众党的解决派。战斗不是去打架，我们要想办法去抓住更多的人。还有其他的成员吗？我们欢迎大家。满件衫整合变赢，郭文婷化工被事件，嘛改变民众党内权力的核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